今期嘅視頻咧就唔拍樓啦，帶大家嚟了解下西區啊，因為好多朋友咧都會問阿 Sam 喺中山應該點樣去買樓。阿 Sam 咧就比較建議各位朋友仔咧嚟睇睇西區，因為西區嘅配套咧會比較成熟。咁阿 Sam 今條視頻咧就帶大家兜一兜西區嘅一個環境同埋配套，好冇？嗱，耐心啲睇落去啊！呢條片有啲長嘅。睇咗之後咧，如果覺得對你有幫助嘅，不妨幫阿 Sam 點翻個讚，好嗎？好啦，咁我哋而家就開始啦。掉頭，呢度咧就係華潤人行公園四季。咁呢度咧就係中旅彩虹啦。咁而家我就喺呢度作為一個起點去帶大家了解下我哋西區嘅一啲配套啦，生活 O 唔 OK 啦，好唔好啊？大家可以見到呢度啲食街啲鋪頭都好多都係開咗嘅而且都會比較旺，所以阿 Sam 咧建議各位朋友仔買樓咧可以考慮翻西區。喺市區嘅話嚟講咁呢度係中旅彩虹嘅大門口，東門你喺藥店鋪頭係咪啊？呢啲都有開嘅大家可以睇睇，了解下。咁呢條咧就係中旅彩虹嘅香港街你呢條街，不過好多鋪頭都未開嘅呢條街咁呢度往前行咧，對面就有嗰個彩虹濕地公園呢度都係中旅彩虹嘅。咁中旅彩虹咧，佢賣到1700，而家都冇乜貨噶啦咁呢度咧。呢個位置咧就係中旅彩虹嘅一啲商圈啦，呢條街呢個起客多啦，一個唔算太大型嘅一個生活超市咯，買啲嘢乜都有噶。呢度好多食飯酒店大家樂係嘛，菜市場呢度就生活咧會比較方便咯，同埋西區嘅環境咧整體嚟講咧都會比較舒服啲嘅。呢度就係中旅彩虹嘅商業街咁而家我帶大家兜埋入去中旅彩虹睇一睇，中旅彩虹入邊係點樣嘅。因為西區咧比較旺嘅就係彩虹片區啦西區比較旺嘅就係彩虹片區大家可以感受到而家晚上嘅一個真實情況。而家係晚上嘅7點零鐘KFC咁呢度咧就係中旅彩虹，成個西區嘅配套咧基本上都係中旅彩虹呢一帶噶啦。呢度有香港嘅永東直通巴可以直接往返我哋嘅香港所以你住西區會比較方便嘅，住喺度。你喺度住咧，你喺香港好多地方都有永東車站嘅，你直接坐車就可以直接嚟到西區呢度落車啦。呢度又係中旅彩虹嘅商業街呢度係內街嚟嘅，所以你住喺西區咧，你話食飯行街睇戲係嘛，樣樣齊全你喺對面呢個白色樓，對面呢個白色樓就係越秀天悅灣呢個位置咧就係中旅彩虹嘅別墅區啦。右轉呢度咧都係呢個華潤人行公園四季，呢個最新嗰期佢而家喺度整緊嗰個園林綠化，所以好多樓都未交樓嘅呢度所以你見到黑掹掹冇燈㗎前面嗰度咧，呢個小區咧就係公園四季嘅1期、2期呢度咧就交晒樓㗎啦，就全部都係現樓嚟嘅你睇下個入住率着燈嘅所以住喺西區會比較舒服，買嘢行街食嘢乜都有晒。
最緊要咧前面咧又近呢個中醫院，右轉。前面又近呢個中醫院啦。咁講真啦，香港人翻嚟內地退休生活係嘛？咁你肯定要近醫院，又有公園啊，食飯行街睇戲，樣樣齊全嘅地方，咁樣先叫做好地方啊嘛，係咪？而家呢個地方啲樓嘅均價咧都係萬零蚊嘅咋，中旅彩虹差唔多賣晒啦，剩翻應該唔多噶啦，17,000左右啊。咁公園四季咧就14,000左右啦，均價啦，大裝修。佢而家1、2期嗰啲現樓咧都可以，都唔錯嘅，即時買開，即時交樓。如果有興趣想了解翻房產信息咧，可以睇翻阿 Sam 早1、2期嘅視頻啦，有拍呢個公園四季嘅。因為今日呢條片咧就唔拍樓啦，拍下呢度嘅商圈俾大家睇睇啊！直行嗱，呢度咧就係中山嘅中醫院嘅宿舍樓呢一棟啊，中山中醫院甲級醫院啊，中山得3間甲級醫院，咁呢度其中一間啊，呢個位置就係中醫院啦。咁隔離呢度咧就係呢個彩虹濕地公園啊，免費嘅啊，呢度就係醫院嘅門口。西區嘅配套咧會比較齊全啊，所以住起身咧會比較舒服啊，人口又唔算話太多，但喺市區嚟講咧，西區的確係一個好適合居住嘅一個地方啦。啊，呢度就係醫院，非常之大嘅中醫院啊。再往前面紅綠燈道右轉啦。右轉嗰度咧就係龍崗啊，龍崗啊，都係啲二手房嚟㗎啦。嗱，咁呢度轉過去咧就我哋會見到，等陣會見到呢個中心小學啦，啊，西區嘅中心小學啊，大家感受下。呢度醫院嘅後門嚟嘅，醫院好大嘅。所以香港人喺大陸買樓啊，一定要揾啲位置靚㗎，生活配套好㗎，咁樣你哋居住起身翻嚟退休啊，咁樣係嘛？咁樣先有保障㗎嘛。起碼食飯行街睇戲，樣樣要到位嘅，係咪先？嗱，呢度就幸福匯，幸福匯呢度要賣到睇江景嗰啲單位要賣到差唔多2萬蚊一平方啊！啊，咁呢邊咧。大家可以見到嗱，中醫院對面咧就係中旅彩虹同埋人行四季。其實彩虹片區好細嘅，就唔會話太大嘅啊。咁呢度咧就係西區嘅中心小學啊。等陣前面右轉啦，右轉，大家可以見到嗱，呢啲小區嘅入住率都好高嘅。而且人都多啊，所以話住喺西區係唔錯嘅。點解阿 Sam 會推薦大家嚟睇西區咧？因為西區佢成熟，佢有配套啊，佢唔係鬼城啊，即係你乜都有齊晒啊！呢度轉過嚟咧，我兜緊一個圈啊，兜緊一個圈俾大家睇下。嗱，呢度就係呢個係西區嘅中心小學，呢度係龍崗啊，呢度啊，大家睇下係嘛，着晒燈啊，萬家燈火，總有一盞為你而留。見到未啊？呢度啲商鋪啊，全部係開晒嘅啊，所以話西區配套絕對係 OK 嘅。呢度咧就紅月1925都冇新樓賣㗎啦，都賣晒㗎呢度。嗱，好簡單嘅一條片啦，10分鐘我就可以將我哋西區嘅彩虹片區啊嘅所有情況拍晒俾各位街坊朋友仔睇。
呢度就係嗰個中旅彩虹嘅一期啊！呢度咧就係紅點1925嘅超市，係啦，啱啱開業嘅。新開業㗎呢個超市，好熱鬧。今日你睇下呢個超市。嗱，我兜返一個圈，呢度直落咧，嗱，中旅彩虹呢個係1、2期啦，中旅彩虹最早一期，隔離咧就係啱先我哋入過去嘅永東巴士站嗰度啊。所以呢一帶居住起身係的確係好旺嘅啊！你喺嗰度，啱先我哋咪開嗰度入去嘅，嗰度入邊就係嗰個中旅彩虹商業街啊。咁中醫院嘅宿舍樓就喺呢度啦，見到未？中醫院嘅宿舍樓啊！咁呢度就成個西區嘅一個情況啊！好啦，今條視頻咧就分享到呢度啦啊！大家有啲咩唔明嘅，或者想了解更多區域嘅，都可以私信翻阿 Sam 啊！如果想買樓嘅朋友仔，記得通過上方嘅二維碼聯繫阿 Sam 啊！拜拜。